大家好，歡迎收睇 A&D Channel。今日同大家講咧就係最年輕嘅區議員莊雅婷參選港姐一日之後咧宣布退選。2025香港小姐競選喺尋日24號就進行咗首輪嘅面試。咁當日咧，民建聯嘅小花24歲西貢區議員莊雅婷被視為大熱。咁樣貌都算甜美，佢咧仲係現任嘅區議員之中最後生嗰一位。但可惜一日之後咧，佢喺25號就喺 IG 發放長文宣布退選。A 仲喺佢自己 IG 嗰度咧就寫到，事情對區議會嘅觀感產生咗一定影響，係佢哋唔想見到嘅。咁所以最後咧就為咗保護區議會形象，守護初心，所以決定唔再繼續參選港姐。咁好大機會咧，佢係受到一啲區議會嘅壓力喎。莊雅婷就係正式嘅00後，佢喺2000年出世，係土生土長香港人。中學咧就讀國際學校啟思中學。到大學嘅時候咧，佢就放棄英國學府嘅取錄，入讀北京大學，修讀政府管理學院與光華管理學院雙學位。咁我喺維基嗰度睇過咧，啟思中學咧就喺將軍澳嘅呢一間直資中學咧，學費咧都介乎93000至到10萬。咁呢一個係現時嘅學費啦。咁佢可能都好多年前讀，咁就應該會再平啲嘅。咁但係咧，相信佢嘅家境咧都唔錯。佢係一名親中派嘅人士，喺22年咧就加入青年民建聯。咁到23年嘅時候咧，極速就俾政府委任成為第7屆區議會嘅議員。咁任期有4年，24年1月1號咧，咁就會做到27年12月啦。咁佢係當日咧被委任嘅179名人士其中一位。睇返政府嘅新聞公告入邊啦，當日被委任嘅區議員入面咧，年齡嘅中位數係47歲，40歲以下嘅咧佔15%，年齡最細嘅係23歲。咁呢一位咧就正係莊雅婷。咁好奇之下咧，我去區議會嘅網站，想睇下區議員而家嘅薪金係有幾多啦。咁我發現咧，喺每月嘅酬金入邊咧，已經有38350蚊一個月啦。咁除咗呢個每月酬金咧，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嘅款項可以有津貼啦，同埋 claim 到嘅，包括營運嘅開支啦，同埋其他雜項開支、醫療津貼等等。其實畢業冇耐咧，咁後生已經揾到38000幾呢一份人工咧，都算係香港嚟講都係少數。咁除咗做區議員咧，其實佢仲可以有其他嘅全職工作嘅。咁我睇到信報咧有一個莊雅婷嘅小檔案啦。咁佢提到24年咧，莊雅婷曾經申報咧，佢仲係有另一份工作嘅，喺招商局能源運輸有限公司嗰度咧擔任分析員。哇！咁佢嘅收入咧都非常可觀喎。莊雅婷咧曾經定咗一個幾奇怪嘅目標，佢咧就希望佢 IG 嘅帳號 followers 咧要超越人氣王葉劉淑儀。咁佢而家嘅 fans 咧只係得6500個，但係葉劉咧就已經有34000個啦。今日嘅分享咧就去到呢一度。咁如果大家鍾意呢一條片嘅，記得俾個 like 我，留言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我哋下條片再見。